继续来到彰化，嘛是连滚港落大雨，园林有一间起伫个山区的三合院，厝前的石坎变做烂黄土的水墙，头前的边坡几大片放落来变做山坎。另外，彰化社头的菜市啊，积水淹到骹目，这个店家无奈照常做生意，民众形容都亲像是水上的菜市啊同款。 落大雨，市场的积水已经到骹目，不过店家照常做生意，因为地形较低，积水就一直流向市场，店家只好用衣钩头啊，甲物件过关。这是彰化的社头市场，民众讲这袂输是水上市场，阁有人讲已经拢安尼啊，也阁有人客，大家人嘛是无简单，店家唔知要哭也是要笑。 彰化连日落大雨，社头的路拢总变做溪水，大水顺街啊落里流，车辆嘛只好改道。那园林市乌水里出名的景点，五甲古厝的百年石坎，大雨的雨水甲沙土水顺石坎冲落来，袂输是水墙同款，画面是真惊人。另外，乌水路一个三合院头前行的山架，嘛因为大雨刷来土石崩落，正做是山坎。三合院的地基拢互雨水冲甲无去，就直要出落去边坡，厝住一口13个人紧急撤离。 因为附近也阁有5户居民，怪手甲路边的土石清掉，嘛甲住户的机车调出去，方便因通行。后置我们会用太空保险把它挡起来，然后加覆盖那个帆布。这房子其实就是还算是安全的。 暂时啊。另外，分横向大江路这个面体，前2天大雨，路里的必顺就变深，因为雨拢无停，就愈来愈严重，住户拢先撤离。伊即摆迄边的厝，你啊看边厝，家迄边拢掏空啊。那彰化市将南道4段连日的大雨，一直甲土石冲落来，边仔面体土石是清拢清袂离，住户嘛赶紧找山鸟，甲门口的土石拢清掉，才有法度出门。顶多淹进来而已啦。可是这次就是最严重。 淹到家里面去啊！即马雨水有愈来愈减，大家人嘛赶紧闭窗来做整理，敢若希望莫阁落大雨，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